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九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洪台虽然若继续挖进台湾，不过卡路转向北平、东北部北部地区，影响会较明显，无排除暗时发布陆上洪台警报。昨有一台中国民间无人机叫咱拍落来了后，今日伫水阁再出现无人机来扰乱，已经甲干扰前送到外岛地区进行防卫。小苏下晡摩天啊，新配方疫苗 EUA 同意核准会当用于18岁以上大人改做追加剂，上近9月底当开始做。今年第11号风台轩然后继续挖进台湾，气象局早起8点半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虽然若受到环境影响，已经降做是中度风台，不过这卡路转向北平、东北部北部地区会比较较明显受到影响。气象局上新的观测，也因为这个暴风圈有变大，无排除伫暗时时阵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所有民众注意，现在这里已经入6海。海巡人员伫三线大风景区游防守线，经过看海影的民众紧离开。轩然路风台挖近，海边的风影愈来愈悬。避免风台侵袭造成损害，南方有渔港的渔民早就甲渔船驶入来港内保护之后，宜兰火车站前的紫面星空飞天火车由工作人员甲落落来。早起8点半，气象局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轩然路东北移动，东北部甲北部山区出现大雨甲强风。气象局指出，7日下晡5点，秀兰路伫高仑片东方41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点钟7等15公里的速度向北过来，暴风圈进入巴士海峡，并且对台湾东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北部海面构成威胁。预定暴风圈未来有扩大趋势。它的暴风圈随着它的强度有可能会在增强，暴风圈有在扩大的趋势。另外，我们从风力预测上面可以看到，未来其实整体台湾附近的风力，刚刚提到西半部这些地方都会有9到11级的强阵风出现。气象局表示，若做路线无改变，暴风圈因为扩大，也有可能上紧伫7日半暝11点至12点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气象局表示，拜5下晡至拜6下晡，雨会愈来愈明显。24点钟雨量预测，新北市、桃园市、新德县山区累计总雨量有机会到340毫米，平地原来有150至250毫米。宜兰县甲台北市山区落雨会到250毫米，南投山区原来爱严风大雨，但是风台影响明显。风雨大家拢有感觉，尤其是向强阵风，民众一定要做好准备。出外活动更较爱细致。预定礼拜7日下晡，轩然路风台再离开台湾海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轩然路风台特别来，风雨开始变大咯。伫新北市有一间国中甲一间国小大先发布停班停课资讯，而且各地头也拢传出这风台灾情，只像是伫咧家人的工地是鸡仔倒落来，中华摇树仔去互吹甲倒去，毋若去缀着3台乌多摆，佮撼着一个外送员。台北市也目前正咧做这防止风台准备，要甲灾害降到上低。为大概叙述一下这几个。共几条固定树仔，用电机加树仔做好风台准备。轩然路卡步愈来愈近，风雨也愈来愈明显。动员的部分呢，我们的厂商跟我们的相关的工班已经全部动起来了大概人力大概在150人以上。新北部分市长侯友宜也亲身去在海应变中心关心风台动态。在整个暴风圈看起来目前是擦边球，但是会带来雨量以及风力。那随时会监测，会不会面临停班停课，我们都还在观察。新北并溪国中甲德达南民族实验小学宣布中昼过后停课，导机也全面改备进行风水门测试。轩然路也未靠到台湾，不过各地已经传出灾情。这次透早家人一工地受风台外围影响，鸡仔是倒去，好在无人伤亡。联系施工单位到场，将掉落道路之阴架清除。并将悬挂在外墙之广告招牌拆除，维护往来人车安全。中台湾部分监视器也翕到彰化市区一丛老悬大树，被风吹倒去，不知缀到3部机车，一个要离开的外送员也被跌伤，好在只有骹手挫伤。在彰化2点7日也靠大风落树，连根挽起来，倒伫路中。过路人赶紧闪开，才无受伤，不过也造成路未通。这个很危险的，要修把它矮化吼，咱较袂讲，咱去等着
种大风来，它就倒来。今天跟昨天啊，有处理超过56件的路树倒塌，然后还有就是说有一些断枝的部分。不少人也表示，带来去的假期爱减少出外，将风台影响减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中度风台渲染路也未定录，说是出现一寡灾情啊。伫屏东市中道有树仔去互大风吹甲倒去，缀着高压电线，害附近5000外户的人家厝当日停电。另外，沿海地区的风影变大，一个东流线下晡有一寡业者停驶，但当去到绿岛南水庄帮拜六礼拜也拢无开。也因为这风台渐渐瓦近，造成民众预期心理。北龙今仔日的菜色平均计小是起1成左右，毋过南部这部分就较无影响啊。台电人员赶紧将缀着高压线路的树仔锯断，受风台影响，屏东市有路树和风吹甲高压线路小拍电。截至中昼11点外，林深路顶真一路段5105户面体停电，附近的工厂无电，无法度营运。树倒下来之后，整个高压电杆上面有火花了。它有火花之后，过没多久就开始我们的厂区就开始停电。下晡点半左右接受理好，暗过中度风台渲染路瓦近，不止市区风正大，沿海风影同款慢慢增强。东流线下晡只剩阿伯连营，加公圳航线正常营运。暗过该地大福渔港上下船，民众烦恼船班就要停驶，真侪人赶紧撤离。船公司说最晚的航班11点半，对，所以我们就提前回来了。另外，台东往绿岛甲南屿船班也分别停驶到车3甲车4，根据布地甲马境航线车3停1天，因为风台过后菜拢会起价，有其心理也反映伫北部的菜价顶悬。根据北农统计，车子小白菜批发上价每公斤47块，高丽菜49块，番薯叶啊54块。平均差不多是起1成。不过高雄主管农会表示，风台对南部影响较小，菜价短期的波动不大。到目前为止，农民也没有所谓的抢售的问题。真正有的话，可能也会等到真的台风有影响的话，也会等到礼拜6或礼拜天。农民无用收白菜，都惊风台大来大雨将菜泡烂。虽然南部菜价正常，都惊周末风雨先过大，三福市场透早都未少人来买菜。记者综合报道。就署下晡审查莫德纳新配方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EUA， 同意核准会当用伫18岁以上的大人做追加剂。为发布后礼拜1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决定注疫苗做群甲等偌久的时间，可能是全部民众拢会当做，只是讲会用年龄来做限制，上近9月底就当开始做咯。国内新冠疫苗即要面对的一波高峰，是由速测里下晡审查莫德纳次世代疫苗紧急使用授权，同意核准会再使用18岁以上大人对家注射，并且会在下礼拜1 ACIP 会议中进行讨论安怎注射。ACIP 会告诉我们要怎么打，好，那这个包括施打的族群是什么，那间隔是多少，那其他已经打过第4剂的或者是确诊的，要间隔多久可以打？即阵在国际间总共2种组合的次世代疫苗，分别是英国顶个月核准的莫德纳原始的武汉病毒株加 BA.1， 也个美国即几天所批准的武汉株加 BA.5。而过来7日审查就是前一个英国所核准的莫德纳次世代疫苗。这个原始株再加上这个 BA.5 的这个部分，现在只有在美国这边那或者通过。美国这一次他走的这个是属于这个非典型的这个审查了哈，因为他用了有一部分的是动物实验资料。过来，医师是提醒，全球 BA.5 疫情也是真悬，那台湾也伫用 BA.1的次世代疫苗，防疫效果恐惊是有影响。如果你打的疫苗株跟病毒株越接近越好啊。所以因为现在台湾流行的是 BA.5， 所以如果你换成 BA.5 效果就最好。那你如果换成 BA.1 呢，效果就其次啊。如果你还是打原始的武汉株呢，效果就更差。那这个也是美国他们要换成 BA.5 的原因呢。另外，是不是有可能开放专门来注射？王必胜表示有可能，不过会设限年龄的限制，注射年龄的标准也佫需要来讨论。上近9月底10月初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
国内今仔日增加33483个本土病例，已经是连续4天拢超过3万例咯。今年到单的确诊人数已经有530万人，其中囡仔重症有198个，这里有86%拢是无注疫苗的，呼吁家长就要赶紧带囡仔去注。另外，桃园机场伫昨深更，可能是这防疫计程车数量无够，地区入境的外籍学生、入境民众、外籍移工伫机场排队。指挥官王必胜表示，已经请桃园机场公司甲流程改善，方便更较侪人入境。本土 BA.5 疫情前悬，疫情指挥中心公布，初礼拜五新增加33483例本土病例，已经连续4天病例数超过3万例。东西区新北市更加是连续3天新增加超过7000例，中重症有131例，死亡36例。另外新增加2例囡仔，Miss C，其中上细汉的是4岁查某囡仔，伊无慢性病史，也无做过疫苗，7月最确诊，8月底出现 Miss C 的症状，刚才经过治疗了后，已经康复出院了。那在儿童的这个重症的部分呢，已经累计到198例哈，其中有最大宗的仍然是 Miss C 占124例。指挥中心讲，今年到9月7日，总计将近530万的确诊病例，即阵以轻症加无症状患者较多，有9%。过年凌晨的致死率无升悬，医院维持在0.17%。口服抗病毒药物的存量有够使用3个月，万一疫情扩大，也随时来加买。口服药都是够的哈，那所知道的大概可以用量都还有这个3个月以上哈。那我们当然也会看疫情的规模，如果疫情规模这比我们想象的大，使用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也最近也都有跟厂商联络，都是可以随时在增购。另外，即阵每礼拜放宽到5万人入境，也毋过初拜四暗时休息技术，桃园机场防疫计程车无够，造成外籍的学生，也过转来台湾的民众以及外籍移工，都要伫桃园机场排队排真长。对此，王必胜解释，因为尖峰班机较多，才造成这种情形，已经请桃园机场公司甲流程再改善优化，来便利开放更加侪人来入境。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民用无人机扰乱外岛几多天，经防部昨伫西苏有甲一只无人机拍来了后，今日早起11点到下晡3点，伫烈屿附近，搁再发现无人机来扰乱，国军发射信号弹驱离。陆军司令部也证实讲，会依照外岛防卫需求，已经把这干扰清送到外岛地区，而且会结合特征甲地形去安排，发挥这装备上大效能。中国民用无人机连日侵了金门，金防部初一才拍入入侵西苏的头一只民用无人机。初二早起11点到下晡3点，又伫烈屿发现无人机2批2架次来入侵。于烈屿地区发现无人机2批2架次，经守军发射信号弹通传邻近驻守部队后，快速飞离进入厦门。也个金防部头一摆拍入无人机，互中国各大班批评，民进党想要来借机操作，真可笑。行政院长苏贞昌回应，咱好是依据这个国际规范最适当的处置，也批评各大班的发言无适当。中国还有华人做不适当的发言，那中国应该自己知道克制，知道不要生事，我们也绝不挑衅。对着中国无人机真接入侵咱离岛，陆军司令部证实，依照外岛防卫需求，已经检证适合的干扰性送到外岛的地区，并且结合特征甲地形，适切部署，有效发挥装备效能。那对这种无人机用这种不管是这个中断它的 GPS 的这个定位的能力让它强迫它迫降，或者是用这个 ISM 这些商用频段把它截断让它没有办法操作，这种方式能够进行软杀那当然相对上来讲，也让中国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来有所意见。国防部最近主动来公布中共军舰侵了台湾的解放，初二拄好是9日海战纪念日，海军司令部发布影片回顾历史以外，也公布进行海上监看中共军舰的画面，包含中共军舰安阳舰甲温州舰拢看得真清楚，代表两军非常的瓦军，甲海军坚守第一线，应付国家安全，守护民众决心。记者综合报道。前参谋总长李喜明提出强军换代3部曲。
不表示中国讲要来拍拍这个海峡中线的规则，再来提出借口拍台湾、占领台湾，回国军就要强化无对等的作战能力。另外，美国第7舰队进前有发布新闻相片，美国军舰经过台海时阵，要翕到咱国军的飞弹巡逻舰。有专家分析讲，美国利用台美军舰做伙出现，特别向中国来传达政治信息。中共想要无插海峡中线，引起两方紧张。前参谋总长李喜明示警，这是真危险的警讯。伊提出强军反台3步，大声增加忌惮扰台、破坏台海中线的规则。第2步正触发性军事打击义务制度。第3步看海作战，达成实质占领。观察台海现状，李喜明认为，双方小事政客的可能性提高，无法度干靠军购解决问题。你不断的这样子逼迫我，然后每次据实以告，让国际社会整个形成一个压力。你要想办法把它形成是一个恶霸。我们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你这样子才能够成功。我们最大的力量绝对不是有多少军舰，有多少武力，我们最大的力量是全国是不是都能够团结一致。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这是最大的嚇阻力量。但是台湾面对强军的胜算，李喜明点出，关键是个人团结形成合作力量，嘛爱强化无对称战略，建议国军行向机动另外精准致命。美中持续伫台海竞争，美国第7舰队进前发布，提供道路加级飞弹巡洋舰穿过台海，相片后边所对应该是国军多攻击飞弹巡逻舰。军事专家分析，应该是美方故意向中国传达的政治信息。这个照片的构图很故意哈，那故意的就刻意为之。那刻意为之就是彰显说，第一个美军在这里，美军在哪里呢？在台湾的周边海域。我说真的，这个算是一个老式的巡洋舰，不过这些都算是神盾级的巡洋舰，那战力也是很强的。另外，美国公布强军空52D型飞弹驱逐舰，也甲美军巡洋舰隔海相看，也显示咱国海军甲海巡共同行动。国际关心台海情势，美日韩国安高层官员在伊伫夏威夷举行3边会谈，毋若讲到北韩、乌克兰的情势，主要是伫讲台海和平稳定。日本国计划伫台湾附近的南西国岛加强部署飞弹加电子战部队。专家是讲，结合国军的反舰飞弹，有效阻止强军突破第一岛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田园选举的新闻，时代力量党团将指控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蔡适应的朴素论文涉嫌抄袭。蔡适应今日出面回应讲，伊绝对会当接受大家检验，论文内面确实有一寡参考资料是写不清楚的。另外，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伊的学术论文也去互指控是抄袭的。谢国良表示讲，这是民进党咧改抹黑，认为这款的战术是未成功的。民进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蔡适应进前登记参选的时阵，提出台北大学博士的毕业证书，说互系列指控论文牵涉到抄袭，包含有25份文献无列出参考文献，结论涉嫌抄袭比例达到33%。蔡适应随时伫初二亲近火线，提出伊的论文，强调真金唔惊火炼。260几份的参考文献。那后来我自己有发现，我有漏列了许多的参考文献，在我原始的稿件里面有接近300份。那后来我担心有一些会不会太多了，我删掉，把部分的删除。所以在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那这个部分我都虚心的接受。很多人说适应这个论文是真的假的，很简单，我有做深度访谈。蔡适应表示，愿意到学论会说明。不过，对手国民党基隆市长参选人谢国良，伊的正大学术论文也互人质疑抄袭的比例超过4成。谢国良初二强调，伊家的论文有8成2的原创。我们是按照原始的标准搜寻完，得到了82%的原创及18%的相似度，所以我们的论文是合乎标准。我们也会跟政大的老师跟学校主动的来联系，请他们帮忙厘清这些问题的真相。谢国良认为，民进党即马是想要武好大家拢学，把每一个参选候选人拢当作甲因同款。不过，伊感觉只要提出清楚的论述，民众就会知影其中的差别。伊相信民进党袂过手。记者综合报道。
年底9合1大选，今仔日是最后一天登记。中部包括着民进党的彰化县长参选人黄秀芳，伫前县长魏明国陪同之下去登记，并连任的台中市长罗秀燕是由7位竞选总干事完成登记参选。一来讲到苗栗县的部分，坚持参选的市长张东锦也完成登记参选了。国民党中央表示，若准有党员违反着党内提名作业登记参选，会送科技会处理，上当会开除党籍处分。国民党前苗栗县议长郑东锦伫苗栗县长徐耀昌夫人蔡丽卿的陪伴之下，登记参选苗栗县长，支持者也发加油，正式投入苗栗县长的选战。伊表示，相信乡亲的判断，坦然面对党纪处分。选举没有高分的问题，是我们有几分实力的问题。我会提出党员存在的诉讼。现任县长夫人出面消停议长郑东锦参选，国民党提名县长参选人谢富洪定也表示尊重，有信心袂影响选情。不过，国民党中央马上表示，若国民党员违反党内提名作业登记参选，会照党章规定，科技会用上紧的速度来处理。将由地方党部考纪会送交中央党部，中央党部以最快速的时间呢召开考纪委员会。若违反党纪参选，确认通过，我们将最高以开除党籍为处分。民进党彰化县长参选人黄秀芳是伫前县长魏明国就请邀等党籍代表陪伴之下完成登记参选。伊除了批评现任县长王惠美4年关键抗胖，也强调要为彰化开创全新的局面。秀芳的这个支持度是一直在往上攀升的，所以我们有信心在11月26号我们可以赢得选战。争取连任的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走伊的公务行程，有7个竞选总干事去完成登记，其中除了包含真济地方大佬甲青壮派，政理会甘宽行也出来用行动表达支持，希望营造大团结气势，赢拍赢年底选战。记者综合报道。咱阁来看台北市长的选战，无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伊认为讲，这中选会办辩论的时间点伤过慢了，伊希望讲会等甲对手一礼拜辩一届，互政见是愈辩愈清楚。但是中韩掌办安龙表示，因愿意辩论。离开前，个势头来面对总统蔡英文会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出席3次电器展。台北市长三卡都竞争激烈，无党籍参选人黄珊珊登记参选，话比赛开始，落辩论战帖。市长郭文哲也质疑陈时中、蒋万安拢行前。像我的话，就在这个我们去登记参选的时候，都勾选说愿意辩论这一栏。其实我昨天就已经勾选了中选会举办的辩论会。而且我接下来每周也会持续端出对于台北市政牛肉。新会期开始，蒋万安透早到立法院报道，佮批评陈时中甲疫苗采购合约封存30年。针对辩论这件代志，黄珊珊强调，真理愈辩愈明，政策应该爱伫家己的头壳内，毋是发包来的政策，参选人无法度吸收，所以才无法度辩论。勾选那个辩论会是中选会，那都已经到11月了。那我觉得那个时间可能都太晚了，应该是现在大家不要再浪费社会成本，每天隔空喊话。黄珊珊进一步表示，议员调查是选委会本来就会办的，也是希望逐礼拜针对政策辩论，举办的时间愈近愈好，随时拢准备好啊。记者综合报道。离其中选举阁剩8礼拜，美国总统拜登昨暗时伫费城的独立纪念馆对全国发表25分钟的演说。拜登直接点名前总统 Trump 甲一寡讲要互美国国际伟大的极端共和党成员，批评因是威胁美国民主国家基础，呼吁美国人就要用选票来捍卫国家人权。不过，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麦卡锡也批评拜登，讲伊的演说内容这是严重伤害到美国的人权。美国总统拜登最近积极前往各地有关民主党其中选举选情。初一暗时电视黄金时段，拜登选伫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地点费城的独立纪念馆发表全国演讲。伊直接呛名前总统川普，大声话讲，互美国再一次伟大美甲口号的极端共和党人，讲这个势力互国家倒退，转去一个无选择权、无稳输权、无骗提权、无权利甲所有人结婚的美国。
Too much of what's happening in our country today is not normal. Donald Trump and the MAGA Republicans represent an extremism that threatens the very foundations of our republic. Now, I want to be very clear up front. Not every Republican, not even the majority of Republicans are MAGA Republicans. Not every Republican embraces their extreme ideology. 拜登顶礼拜伫马里兰州作讲的时阵，谴责川普的同路人拢是半法西斯主义，批评川普支持者伫联邦调查局搜查川普佛罗里达州主体了后，对联邦干员的人身威胁实在真袂见效。拜登也呼吁美国人年底机动选举用选票来保卫国家的灵魂。For a long time, we've told ourselves that American democracy is guaranteed, but it's not. We have to defend it. Protect it. Stand up for it. Each and every one of us. 拜登演讲结束无偌久，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立刻代表共和党出面回应，讲拜登的谈话内容严重伤害美国的灵魂，分裂、看轻、侮辱同胞，要求拜登爱回实力。华尔街日报上新的民调讲，目前机动选举两党的支持率，民主党以47%，比共和党的44%较悬。关键就伫个14个共和党执政的州，所实施的严格对台令，严重影响独立选民的投票意向。另外一方面，就去把选举焦点集中伫通会屏中的共和党高层，对川普世界造讲，一直讲2020年伊无输，大选是去用偷气，这个做法真无正当。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9月新学期开始，教育问题受到各界关注。亲像小阿里的教师工会发动示威，要求政府伫重视老师的工作量伤过大、薪水伤过低问题。那第二是高中生上街头，要求公立学校要提供更较好的教育条件。大批第二高中生穿黑色的顶衫，坐行上首都圣地亚哥市中心来示威，要求公立学校互因免费交通、完整的性教育，对寄宿学校学生保证提供实习的机会，也个高等教育全面来普及化。激进的示威者烧路障甚至国旗，镇北警察用水炮来驱散，要人掀这燃烧弹来反击。第二去年选出左派学运出身的新总统博里奇，国家的政策对长期的中间派市场优先的路线转向左派下伏。这场示威发生在测试新宪法公投进前，虽然背下人民阵线赶紧来废除1980年代独裁时期的旧宪法，不过政治纷争甲内斗造成赞成甲反对新宪法的阵营的势力是差不多。镜头转向匈牙利，教师工会成员穿黑衫压黑雨伞，9月7日开学头一天来举行示威，批评政府长期忽视教育体系，薪水上低，工作量伤多，我都吸引少年的新人来做这个工作。Ahhoz, hogy egy modern 21. századi oktatássá át tudjuk alakítani a magyar rendszert, ahhoz egy lépés az, hogy megfelelő felkészültség és létszámú pedagógus legyen. Ennek pedig az a feltétele, hogy megfelelő bérezés legyen, és a versenyszféra ne szívja el őket. 匈牙利教师的薪水8年无调整啊，工会要求大大来提悬到15，不过甲政府协商拢无共识。当局5月修法限制教师合法罢工的条件，工会鼓励成员公民卖服从。另外，工会也抗议右翼政府独霸酷讲教科书内容，学生也支持教师在9月7日发起游行。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前公务员天改委员会委员长赵博钦甲副相王部长有交际应酬，也阁提供法律意见等等不同内容。原本的这天改法院一审判决罚款1年的薪水，今仔日2审该判这赵博钦就要撤职，而且停止任用1年。民间的司改会表示对这个判决表示肯定。前公听会委员长赵博钦互指控，甲副相洪部长有不同来往，甚至以厝内人的名买洪部长经营的公司股票得到利益。原本一审判决罚1年过封，9月7日2审决定废弃本来判决，改判赵博钦撤职，而且停止任用1年，嘛等于未来袂使担任律师，专案确定。长期和翁茂忠饮宴、求叙、讨论案情或告知诉讼进度，以及提供法律意见。不当接触及不当买卖股票等，共有16项的违失行为。原判决认为，这16项的违失行为中，其中14项的违失行为已经超过10年的追惩期间，
应予免役的部分已属违法。因为法官的惩戒是就其违失行为做人格的总体评价。电解法院表示，赵木钦的违法行为自1997年到2016年时间下过法官法审法施行范围，但是16项违失行为彼此拢有关系，应该整体看待。而且这摆判决是以上尾行为时间来认定时间点。赵木钦透过律师回应，对这个判决表示遗憾。司改会方面对这个判决表示认同。这一次的2审非常清楚地表示，这个违失行为要整体观察，而且也应该用法官法。那么我们对于这样的见解，我们表示肯定。但是我们比较疑惑的是说，最严重的是免除法官职务，不得再担任公务员。我们的疑问说，为什么不是第1级？赵木钦案牵连大量法官、检察官、警官等等拢接受调查，目前嘛也有几个法官的案件等咧审理。司改会呼吁电解法院用同款的标准做出上适合的处分。记者郭文祥、随林若凯台北报道。花莲港的警察接到民众报案，讲有一个身心障碍查甫人，警方骗到干部车，到今也未找到人。警方追查落去，也抓到一个人口买卖集团伫台湾的据点，甚至敲到一个控制被害者的所在。这个穿青色 T 恤的查甫人，就是负责带被害人去外交部办护照姓部的嫌犯。伊故意甲被害人让较远的，出外交部了后，甲人交予一个姓陈的嫌犯案底。画面中，这个查某人就是花莲秀林乡一个姓金的查某人。7月底，互人卖去干部节，到即马下落不明。他们国内的分工就是代办护照，然后集中处所，几天的时间要住在一个地方，搭机再出境。那搭机出境也有人专人带他们搭机出境。警方顺线伫8月30到31 2天进行追查，伫台北市中山区吉林路查到这个集团伫台湾干部的据点，当场掠到姓陈的查甫人，这个人口贩伫台湾的干部，发现这个所在也是控制被害者收容的中央站，估计已经超过30人。那警方详查此地点后，竟发现有多达20至30位的国人受骗至柬埔寨。那该集团非常的恶劣。竟将年轻身心障碍的弱势团体拐骗出国至柬埔寨。花莲港警总队强调，这个人口贩集团专门锁定弱势族群，乖出国工作，由姓陈的查甫人伫台湾负责介绍，姓部的查甫人负责办护照，两个人到尾以15万加5万交保。集团主要嫌犯也搁伫干部节，目前持续伫追抓。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桥头科学园区今日正式动土，不过有一部分的中价有机农业专区却互划入去这桥头科学园区内，拢面是真无奈。因按算明年2月底进前刷到市政府另外开的燕巢专区自头开始。不过讲到这个有机农地，爱开真侪时间甲金钱去培养，希望政府发展科技也爱支持农业这事。签头选区桥头科学园区区段征收甲进驻厂商正式动土，设置透早行政长苏贞昌、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伫高雄桥科我国道1号的桥科去年9月通过环评，11月选地招商，吸引红海等大厂进驻，有讲会创造万外的就业机会。这个是建构未来我们南台湾半导体的 S 廊带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桥科慢慢加入半导体 S 农带一部分，中方地方政府拢真欢喜，按过伫遮10多年的有机农产，为做桥科的一部分，只好刷走的中下有机农场全区农民煞真心酸。里面的员工、施作的耕作的人员有5、6位，他们又要付贷款，又没有收入。收地的话，就是从头开始，最起码要4到5年的一个养地时间。高市府管区伫燕巢林片专区已经完成用地抽口啊，明年2月1日进行完工。按过部分农民怨言，进行协商，市府无碍采纳农民讲的地方地价意见，态度强硬。土地要搁重新开垦，后续地价税这问题也是困扰。台糖的权利金，另外地价税，要课所谓的土地的一个地价税，这些东西种种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发现我们那个地方政府好像都还没考虑到这一段。无愿意走界都市发展，农民无奈山走，啊，毋过甘宁科家己为零开始，也互农民怨叹政府对科技业甲农业大洗白，希望政府提供更多协助，毋通互因真侪年心血白白了去。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今年的核安演习9月初6、初7，会伫咧核三厂演练，系因为这罗西阿帕乌克兰的核电厂去互占领，甚至搁伫核电厂附近发生战争，引起火灾。关联会表示，今年的演习也用这做例加强演练。暗暝出现真大火光，乌克兰境内欧洲上大核电厂扎波罗热3月初因为俄罗斯军队攻击导火，好在在无损害到核子反应器，造成更大的灾难。今年伫要伫初6、初7，伫核三厂举行的核安演习，会针对战争攻击进行消防扩大演练，可能造成电厂大范围面积的火灾，也在我们这次的演练的重点。这也是主要我们针对乌俄战争一些精进的地方。这个演习除了再一次演练以无人机来侦测辐射，嘛头一遍由陆军航特部加空勤总队出动直升机大面积侦测。另外，为了防止福岛第一核电厂炉心氧气的意外发生，台电原来头一届点出几6000万的移动式第2热电抽海水布线引接系统，若做不幸失去电力，会当直接引海水降温。会从海边取水抽到我们核能电厂的机组里面，能够确保我们反应器的安全。针对中国一直用民用空袭机入侵金门空袭，国军原来强烈反制。核电厂是不是有互无人机入侵的顾虑呢？原联会讲，核电厂四周围限制飞行区，无经过稳准袂使挖进。目前评估较有可能的情形是，民众的无人机无设置飞入去，会可能伊飞走，安尼无没收。台电是讲，目前也无出现有无人机飞入来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到初2下晡3点为止，教育部统计，全国全校停止实体课程的有16间，班级停课有1097间。咱来讲到初1的大学也开始开学咯，大部分集中是伫咧初5。成功大学为着防疫，大声宣布开学前2礼拜是行线顶上课。不过已经有真侪学生登去学校要准备开学啊，认为安尼政策改来改去，学生是足混乱。初1开始，全国大专少年线拢开学啊。虽然升大是初5才开学，学校内面已经看到学生在活动。不过顶个月底，升大以疫情在拖为理由，第一个宣布讲开学前2礼拜拢是用线顶上课，实体上课先报备，后2礼拜等核定了后才比较办理。和教育部的措施无同，初3下晡学校是收到教育部的通知，开学第3、第4个礼拜要遵守中央的规范，等于讲线顶上课干到到18号。本校也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防御政策，在课程安排上呢，以维持正常的上课为原则，确保学生的学习的权益。学校讲，教育部讲应该要配合中央的防疫，因才会调整原本决定全部拢要线顶上课的决定，但是变来变去，学生真乱。觉得就前几天办活动，就是感觉好像没什么差，还在实体上课比较好。该中的也都中了，迟早而已啊。台中市诊所医师发现讲，开学了后，确诊的人数愈来愈多。原本一暗确诊数无到10个人，最近上悬30个。目前的话，看起来的话，都是以家庭的那一种传染为主。那最多的话，也有遇到一个家庭3天之内就有陆续有那个8个家庭的成员都陆续的感染。台中市的统计，开学甲打全市停课的班有289班，初2增加确诊的学生529个人。医师嘛发现讲，最近拢是全家伙仔轮流确诊，建议学生、囡仔含是大人一定要注意防遮。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最近协助新竹的明星科技大学设立全台湾第1个智慧制作人才培育基地，学生伫咧学校内底就当操作到业界伫咧使用的专业机械，那会当提升因的专业技术，也会当提早训练到产业必爱人才。学生专心操作机械，这个设备价值拢爱几百万。学生原本在学校上专业课程，敢若抓上单兵，即马会使实际操作。我们有碰到这些设备的机会，可能就是我们大四出去实习的时候。那我们学校有这些设备，就让我们可以在实习之前先一步的学习。有了这些设备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实际操作上遇到的问题。教育部补助民生科技大学成立全台湾第1个智慧制作人才培育基地。内底有 CNC 精密加工等等的设备，学生会当直接培养精密加工技术。进入工业4.0的时候，
最欠缺的就是智慧制造的一个人才，产官学研这几块大家能够来相合作的话，应该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采购跟业界目前实际上在使用的设备，来培育我们的人才。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学生除了说在毕业及就业以外，他能够在学期间就能够获得我们业界所需要的一些这个知识，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发挥我们培育人才的一个功能。产业界人士表示，台湾进入少子化的时代，产业爱自动化，真需要精密加工甲智慧制造产业的人才。学生若在学校，就有咧学习产业界的机械操作，一毕业进入产业，就使直接上手，对台湾智慧制造产业的提升真有帮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中秋即要到咯，这个文旦也要弹出。伫台南码头有一阵爱心的一个少年农民，今年是第8年伫咧推动公益文旦，应该把文旦的收集捐25%拍出去，捐予一寡社会福利团体甲学校。咱做伙来看卖。中秋上钓时上钓味的，就是文旦。台南市的码头区是台湾3大出名的文旦产地之一，才有6位真有爱心的青年农民发起卖文旦做公益，已经第8冬。其实公益团体他们也都非常需要这些，不管是资金还是我们这些一些物资的协助。然后我们把原本比如说我们要留给通路的利润，或是一定有一定部分的抽成，我们就直接把这些费用呢留在回馈给这些社福团体。由6位青年组成的公益联盟，将因卖文旦所得的25%捐予社会福利团体，嘛捐助学校改善教育环境。台南市农业局甲码头农会拢真肯定因的打拼甲爱心。我嘛直接呼吁大家啊，就是会当做来做到迄个到做公益啊，迄个买油啊，可以当做公益，可以当帮助到遐好学生啊。如果像是他们的经费有短缺啊，还是讲因干时期啥物歹去啊，起码咱得当做这个公益的经费去修理啦。现在正是麻豆文旦采收季节，请大家支持我们在地优质的好文旦，也一并来做公益，来帮助我们需要帮助的朋友。农业局甲农会希望民众会当来响应支持公益文旦，而且即马搁面对中国禁止咱柑仔类的水果，对文旦销量的冲击已经愈来愈明显。农委会也真积极来斗推销，希望民众加买文旦来消停台湾的农民。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的动物收容所因为是铁厝起的，所以这收容的数量甲空间拢真不足，为着要照顾这的动物，提供好的环境互伊，互收容所是定期将做有生命教育、专业诊疗、适时收容甲责任检讨的多功能动物教育园区。嘉义县伫2016年捌发生伫上过程乱失收容动物的代志，后来嘉义县政府争取着农委会补助，经过7届流标甲2年时间，这站总算启用全新的动物保护教育园区。大家也会知道有这个地方之后，也会可能开始去关注更多相关原来可能觉得不是太在乎，或是可能会忽视的动保的一些议题。里面的灯光看起来都设计过是使用像是黄光的部分，就对于白光的话，可能对动物的紧迫程度不会那么高很多。我自己看起来觉得都还蛮设计的都蛮好的。过去这间动物收容所只是粪扫掩埋场附近一间铁厝，只有50平方公尺。即马新启用的动物保护园区有2300多平方公尺，会当收容210只的动物。因为我们以前是用铁皮屋来收容那些浪犬，所以那时候只能提供收容的服务。那我们改建后的多功能教育园区，是它有节能减碳、舒适收容，还有专业医疗。那另外还有教育的这个4大主题这样子。家畜所嘛安排兽医医疗团进驻，动物会当受到照顾，嘛有规划完整的医疗空间。嘉义县政府嘛表示，未来会成立宠物管理科，负责嘉义县宠物未出世到死亡各阶段的照顾，希望落实动物保护的工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马车由纽约一直是当地真出名的旅游服务，不过却传出讲这马受人虐待过热情形，这项8年商业活动可能会罚停。有一名机关最近提案，希望卖坐马车路，改用电动车来代替。
坐马车驶公园凉西啊凉西，真侪人拢捌伫电视、电影内面看到这个画面。美国纽约的公共马车一直是当地旅游的焦点，但是纽约市有一个议员提案，2024年6月要用电动车完全来取代马车。原因是观光马车看起来浪漫，其实是非常无人道。动保人士真侪年来拢在批评，马车驶所在曼哈顿是一堆车真吵，空气阁歹，最近阁拄着烧热，那坐马车根本就是咧苦毒马，加上部分看马嘛无对马偌好，互因过路营养无够。顶个月就有一只马是忝甲倒伫架仔顶。It was my worst impression, really worst impression of New York, because when I came to Central Park and I saw all these carriages and all these horses in full heat, my impression was that they don't get enough water. 部分马车的经营者认为讲，因拢唔接受政府部门的监督，无苦毒马嘛袂当接受电动车来取代。The carriage I work on has been, family business for 40 some odd years. Nobody wants to drive an electric golf cart because that's what these things are. 新提案是需要26票同意才会当通过，目前提案的议员是有14票的支持。不过因为当地运输工人工会是强烈反对，要过关是无遮简单。公司新闻7万0编译。在法国最近出现一座全世界头一座的实际体验加利亚风的动态电影院。规个电影院的以时速30公里的速度驶起来，而且佫真侪特效，让观众朋友感受到这加利亚风的威力。在法国罗奈克人的小镇，观测未来主题乐园有全球第一座动态影院，80栋的平台有120个位，用30公里的时速在转，拓开410平方公尺的 LED 大荧幕，加强风、白烟、火光、爆炸声，这个特效创造出互人亲像伫加利亚风中心的效果，成功吸引真侪家长带囡仔来体验。En fait, on est vraiment au cœur d'une tempête, quoi. Et vous avez tous les éléments contraignants de la tempête, vous ressentez tout, quoi. Donc c'est vraiment à vivre. Et voilà, quoi. Après, une bonne expérience en famille. 总部伫加拿大动态影院设计团队捌伫2016年摕主题乐园国际协会最佳景点的大奖。观测未来主题乐园用4年时间，2100万欧元的经费打造这座动态影院。Ce projet, en fait, il a duré pendant 4 ans. On a eu 4 ans d'études et de travaux. On a eu au total plus de 600 personnes qui sont intervenues sur site. On a travaillé aussi avec des spécialistes, donc comme Tony Le Bastard, qui est un météorologue chez Météo France et qui est aussi chasseur de tornades sur ces temps perdus, qui a une équipe en fait, et donc il a déjà fait pas mal de séries à la télé, etc. Et donc on a travaillé avec lui pour justifier au mieux notre scénario en fait. Donc il y a des choses qui sont de la fiction. 欧美的影视作品过去未少用加利亚风做主题影片，观众透过荧幕看加利亚风在架，万物齐飞的震撼力。动态影院的对风者是搁较厉害，用新的影音科技，互游客亲像伫现场共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现在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6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4度，还佫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